咧度一度先，我哋已經係準備好咗啦。咁啊，佢咧呢一個亦都係配翻 T 嘅原裝嘅鏈嚟嘅，唔係亂配嘅。OK， 好，咁一條鏈咧就係、等一陣啊，原裝 Q 碼第一陣，好快。46cm， 46cm 係啦，男女都戴得㗎啦，46cm。鎖骨左右啦。係啦，46cm 我都戴到啊，係啦，女士你睇下46cm我都戴到，我絕對都可以戴到，咁女士都可以戴到，因為正常女士係戴緊40、42cm 嘅，咁呢條咧就會聚少少，咁啊會落翻咧呢一個係啦，呢一個心口位置多少少嘅，係啦呢一個，咁啊中意嘅朋友仔自己打2500+1，2500+1 T 記嘅 T 記嘅，要話阿喬仔。呢個大心仲要係少見，我買啲好細嘅心，呢個係實心，呢個已經係古董嚟㗎啦，你唔會再有，仲要係咧佢咪出咗一個咧豆豆嘅系列嘅，呢一個係豆豆嘅系列嗰個咧厚身嘅呢一個係深豆嚟㗎呢一個，即係折埋之後如果就係2250咯，2250 45cm 嘅長度，45cm 嘅長度 T 記嘅呢一個心啊，好。有冇人中意我呢個千花工藝？千花工藝梗有啦，有嘅話加一2500+1，多謝你 Wing 姨，多謝你，係啦。好，我哋繼續啦。我入埋呢個牌。記得阿 Wing 姨係啦，攞個9折碼咧，付款嗰陣時你自己輸入咧，即刻減咗個9折出嚟嘅，即刻減咗個9折出嚟嘅。見唔見到相識？中意呢個千花工藝嘅打個加一睇下，好冇？好，千花工藝打個加一，打個加一。咁喺肥肥整緊呢條鏈嘅時候，我有介紹第二樣嘢嘅咯喎。好，嗱，我揾唔到金色嘅心心，但係咧呢一條咧係 quick 滴滴嘅 Christian 滴滴嘅 CD 頸鏈，係一條蝴蝶結嘅頸鏈，我覺得係絕對可以。係啊，好厚實啊 ，Queenie 呢一個好厚實啊！呢一條咧係仲要係用咗呢一個咧太空銀灰色去做嘅一條蝴蝶結頸鏈，呢個絕對係可以搭配住咧你哋之前買嘅可能珍珠頸鏈去佩戴。呢個搭珍珠頸鏈去佩戴超靚，咁你見到咧佢直情個扣咧都係有埋呢一個 D 啦，同埋呢個 C 嘅一個咧勾扣，係有幾個調節扣嘅位置可以延長翻佢或者縮短佢。有冇人中意呢一條？有冇？好靚啊！呢一條俾大家睇睇，好靚呢一條，好特別啊！有冇見過呢一條啊？喺中古界暫時冇蛇骨鏈嚟嘅喎，七爺你個蛇骨鏈嚟㗎，CD 嘅一條蝴蝶結鏈啊！你就咁戴又得 ，OK， 跟住你戴短少少做 choker 都得。有冇人中意？嗱，中意嘅話幫我打+4啊，+4啊！佢呢一個係太空嘅呢個銀灰色，太空銀灰色嘅一條蛇骨頸鏈啊！一字頭就大家唔需要諗啊，仲要有埋9折啊！你今晚仲要有埋9折 ，OK。嚟，中意嘅朋友仔幫我打+4，係咪中意 T 嘅？中意真係唔好諗咁多，不要想太多呢一個。如果有花喺度就好咯，可以幫我哋打一大啊！佢咁樣勾住，我條頸得唔得？你條頸應該唔得，爭少少係咪？爭少少。解鈴還須繫鈴人啊！銀鏈嚟嘅，蛇骨銀。好。中唔中意 T 記嘅朋友？中意嘅 TT 加一。你你加4喎 ，Queenie 有喎。+4 Queenie +4呢一條幫你讀。卡卡地喎。收唔到，卡卡地好厚實 ，OK。大家試下出去再入翻嚟先，我幫你度一度先，OK。係啦，我幫你度一度先呢一條鏈。呢條係 Christian 滴滴嚟嘅，咁呢條鏈咧就係38cm
係啦，38cm 係一條咧比較短身少少嘅鏈，你需要搭配一啲長身少少嘅鏈去做一個拼配嘅。OK， 但係重點啦，呢條鏈佢呢一度咧都會有咧呢一個大概係3.5cm 嘅呢個調節扣呢個圈圈，你係可以自己咧再去做一個咧短身少少嘅一個配搭。咁啊，佢呢一個以一個蝴蝶結嘅形式咧落咗 CD 呢組字喺度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啦，你會見到啦，佢呢一個 CD 扣都喺個尾度嘅。咁啊，有齊晒黑印。呢一條亦都係中古美品啦。呢一條講緊幾多錢啊？呢一條1450。哇！1450，1450。要有咩話？係啦，如果你做埋個折之後，你自己減咗係13蚊嘅咋。OK，可唔可以幫我寫1450啊？好。係啦，呢一條 Christian 迪迪嘅呢一條1450嘅呢一個蝴蝶結鏈啊。OK， 如果中意嘅朋友仔，你可以打1450+1，咁啊記得用埋今晚嘅9折優惠碼，因為9折優惠碼只可以喺直播度使用嘅啫，因為我哋現場會幫你做一個免稅退稅優惠。中意嘅1450+1。Q 媽，你要攞咗嗰個 coupon先，跟住俾錢嗰時使用就得㗎啦。係啦，後台俾你啊，後台俾翻張 coupon 你啊，好冇？1450+1 Queenie 啦，多謝你 Queenie。1450+1，仲有9折啊，幫你做埋個現場退稅。1450，好，跟住之後肥肥唔該。中唔中意 T 記？傳說中 T 記嘅海南寶 TT+1，中意 T 記嘅 TT+1，海南寶，T 記海南寶。係啊，珠寶一係唔買，一係買啲最頂級㗎。品牌方嘅海南寶。哇！你知唔知出邊賣緊幾錢？電燈泡嚟